苗栗市潭嘅百年老街文水，自古以来都系富泉乡镇重要嘅交通中心。不过新嘅快速道路通车过后，佢只嘅路掂清下来嘅，变做一只旅游为主嘅市中头。因为一只嘅系草莓产区，也多年来草莓创意料理还成为主要嘅商品。也在20年前，博文用嘅茶树是有名嘅老街，更加有准备用用嚟嘅面貌，让只观光客也发展好有多多样嚟嘅问题呢？请家林王宣用嘅报道。文水了只位在市潭乡，是因为地理关系，清早以前就变成北偏苗栗、公干，而是南偏台府、大兰也都为所嘅交通中心。同时，佢也系做起富泉嘅乡镇对外重要服务示范地。虽然从推70年东四乡快速道路通车以后，大量嘅车冇乜嘅回落来，不过细细嘅文水也天天都转型，变成人文艺术气息嘅老街路。另外，呢只地名其实也当有意思。较多嘅水土保持冇按好呀，跟落水嘅方面啊，哈，低山落也都沉山落水嘅时间，冇按只流都也挪波嘛，哈，所以也挪波当好田，所以讲好田也要出文水啊，哈，因为这个雨水本来湿落去，当慢慢的变出来，所以讲就会文水嘅来源。地理环境特别出现嘅文水村。除了各种嘅客家小吃，到其他嘅客家种共用，文水就会有一种乡音风情。不过呢条冇到300公尺嘅街路，唔讲你可能唔知，按当年来，佢是系用铁有嘅山坡为自家清出路。从面前呢个路下坡，就用双手一尖一尖变出来嘅其中一步插手。一罐编出来做茶树，做保温的东西啊，装茶。一做好去吼，装面的个布的包吼，放落去，晾落去吼，茶泡吼，放落去咸蛋，6点到8点钟还烧烧，落在。文水虽然细，使用铁有嘅手工铁伞，瓦杆部分窿有啲面上，利用洗澡嘅瓦杆塌向下，嗰切落喷喷嘅面花，唔本少气流脱，加10年来就系乡镇部分少息嘅重要工期。不过很有意思嘅系。呢只东西其实系台湾石雕风气没落过后，雕到今日嘅转型品。也吼，做阿婆做的吼，全台湾冇安尼啦，就是我哋文水铁研发出来啦，譬如冇。家下我哋乡下还落寞咪吼，冇牙丝啦，冇个饮水机里头咪吼，做阿帮咪做上讲也茶底会装这个吊都冇的咩，冇些就装罐就做部分的茶。做一只至少2-3日，通常是做这种手工，按辛苦有需要手艺嘅插手。罗街坊你下四村30个阿婆，喊大家继续做创新文化，也为文水增加光彩。按有梅头嘅一条路街。风景咪唔少虎口三峡，唔共用全台湾来讲，名声是唔大，所以为了深观光发展，发落财地基面嘅经济。除了叉烧，另外2部也下就进本推广，希望开创很多商机。就到台府乡准漂嘅温水村，虽然係一條漂白越石潭鬧熱嘅百年路街。不过，就因为对草莓故乡顺透，2年前乡镇经过假百姓年，想出来嘅草莓染厂，是变成当地创意小吃，同时也系温水嘅第2步。我人家做原厂吼，特種料冇共用，果糧都落果糧酒，草莓吼都落草莓蒸馏草莓酒，也都係草莓果醬，也都有刻度嘞哈。有，它有刻度。唔知切你多嘅分量啊，佢差唔多10斤一格，也都落草莓蒸馏草莓酒了，这个就蒸馏草莓酒。睇有都6年前温水开始有老街以後因為遊客引來引到，嚟到一搭你都講温水老街冇乜要特色嘅東西咩？來1拜2拜，當到遊客翻嚟，按你發現
背面喺度都研發一種草莓香腸，所以講推出來體驗風評當好，因為我特別係草莓專業區，佢講當所有一隻草莓人全部都會來太湖。結合地方農產，配合羅氏廠，連年發展嘅草莓染廠，唔單將特別，還那係全國罕見，為溫水建立一道名聲。尤其老店用手工經驗，凸顯細細染廠也有學問。好嘞，謝謝你。其實啊，當多人用機器橋沒做得，但是機器橋會有視覺，機器冇感覺咩？那冇橋都見唔啲人啊！嗰個我係你用手做過再用機器做啊！冇橋都冇用心，現場試就會濕濕硬硬。差唔多看呢，快人肉質。你也好做唔得講固定的時間一隻嘅，但是我有經驗吼，我都啲看的是講，它要搞到那個真好。每一頭豬的肉哈，肉質不一樣，也好搞出麵哈，變到像蝦母一樣嘅麵沒有口感，冇搞到啊哈，又唔可以講 QQ 有彈性，所以說要剛好，最多好。用創新嘅羅方法做出創意嘅新口味，溫水農藥鋪用技術結合農產，簽到市內客家美食。唔過按多嘅草莓，當然係需要還能到想象，仲係最下有客嘅料理。既然到客家莊。傳統傳統挺重要，不過了解真正嘅專心做菜嘅料理師傅，唔想係從小白人，這2年特別研發嘅程度，尤其利用當地草莓做出來嘅當季限定料理——草莓風梅串。好好嘅775片，嗰點都超過嘅草莓重量。一盤草莓通廚就將完成。另外草莓要用到小小嘅炒強下，該就會功夫到經驗咧。一草莓唔好用加熱，就倒落去拌一拌就好了。老嘅肉就倒落去，倒落去拉兩下，當然切好嘅食譜嘅，倒落去，再拌兩下，好，均勻了就好嘞。就係一盤通廚豬肉，唔過加咧次草莓，一看就本人當上嘅食，因為唔係上嘅咬入口，唔但搶香氣逼人，外表也十分鮮豔。另外兩盤淋咧草莓醬，嗰家一隻大草莓嘅破下口，一掉出來還係有賣點，完全表現菜地風味。一個食飯呢，我講單就夾蝦肉來食天天咯，一單就夾草莓來食天天咯，做唔得咯。我要共下去搭配，兩種草莓啦下口，讓你去食，真按到好口味。有啲係後生嘅人，後生人啊，一聽到想講，我食下其他嘅。我專門食嘅咧，來到客家莊就食嘅炒肉啦、太長啦，根本都冇買好啊！來到一大邊幾年就有草莓，何不來嘗試看下嚟講草莓嘅料理？無論草莓下口、草莓通廚也係結合烏耳、番薯、泡椒絲，經驗最新嘅草莓烏香素，充實大溫水嘅中心上。就係希望研發出新客家口味。不過既然草莓好食有趣，係咪特行菜都做得做搭配呢？有等人我講樣，我嘅藝物嘅菜藝做咗都搞草莓，係我做唔得。炒太長嚟搞草莓，幹唔實得。炒肉嚟搞草莓，幹唔實得。我講一甜一唔好講用甜啦，就講嗰個爽口，較爽口。一路邊可以從較爽口。
做得讲是草莓故乡的一部分。罗介红还有意到新美食，从了只啉的七家屋卡就3点钟以上草莓酱，嗰用面皮包年将10度嘅草莓，强下拿来破解草莓下巴，咪系两个个前下观光下嘅新东西。人客是讲当贴片啦吼，吃婆做沙，水果东西较少讲做得拿来沙，较贴片贴实啦吼。因为人家在老街全部都会卖草莓的东西，人家就上到啦，讲安尼做得拿来炸，做得安尼卖。然后太干也这种气氛，所以个米汤呢，就是同个苹果派用的，安尼酸酸甜甜。当然，出动多嘅草莓，唔但将为台府带来人潮，也本顺透嘅细细温水村，也能从而消息下来观光，甚至老调的露水，一幅一幅是由传统古法制作，早已经系名山嘅第三步主蛋馆，强下为罗界签上机，反对自家沙皮嘅地方发展。向前掠到，有很啊多期待。去下我也太湖的草莓节，还有我嘅太阳乡嘅温泉节，所以变那个寒天哈，你来也食饭的人潮当多啊，热天嘛就惨了，因为冇乜嘅看点，所以个变个寒天同热天的个比例来讲，游览客来了的比例来讲，真正的上台都当多哈。你做生意对有一种永续经营的观念，哦，唔好讲草莓季来做啊，来不咧啊，过后平时都人摊做唔得咧，但是希望讲所有店面的人自家吼，加减，因为穿300、穿500枚吼，唔要做都会有人来，有人做，一定有人看咩？不过讲限时唔多做得来，唔多草莓季家吼，你才有客源。应该人家行政机关多方面来开拓本地的农民尽量自产自销拜托人家那个街头方面来尽量来行到个游览客啦、外地人来都要到位比如讲有一只讲叫卖比来安尼形象。韩国1世纪历史，是韩国蒋介温水路界。从交通中心变做文化中心，有特别客家主蛋馆，又有罗手工叉烧，韩国新草莓小食散步。从路头摆以来就是焦点的温水，都当提向前嘅发想创意，到积极准备过后，观光产业系咪做得高突破，本人期待。